下一秒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遗体。这就是死亡吗？蛮横到不讲一点道理的死亡。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会先来？身为普通人的我们，究竟应该要做点什么，才能抵抗面对死亡时的那份巨大的虚空呢？杨林，杨林，小四川，什么事啊？好大一股汽油味儿。车有点老了。那个，我没事了，我不用等到明天，今天就可以理你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呢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去忙吧，拜好，拜。拜拜。临终关还真的很有意义。好不容易才买到的房子，大伙说说看啊，这临终病房一开，不等于把殡仪馆翻对面了吗？房价肯定要跌呀！你让你让跌啊！同意。抵制你！不是啊！你说吧，小区。大家注意啊！大家注意！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小区东广场免费发放粟米油盐，先到先得，发完为止，赶紧去啊！快跑！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小区对面的医院新开了个临终关怀病房。哦，你也收了传单？他发的。他是？我是罗大淼。哦，就是你呀！坐。嗯。让你打扫厕所弄得怎么样了？扫干净了，扫干净了。我检查一下。啊，很干净。你告诉我。你不是在人民医院上班吗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哦，我老师他调任到新院去当临终关怀科的主任，我跟他一起。是因为那桩官司吗？啊？原来的单位里头有人说你闲话了？哦，不是，跟别人没关系。
上班。啊？我上次明明听到你跟那个警察说在那下车，我记错了？不是，我只是在那儿下车，但我工作的地方不在那儿。哦。我还不知道你在哪工作，是干什么的？啊？服务业。对，是服务业，但我在殡仪馆为往生者服务。完了，往生者。就是遗体化妆师。别说，你听明白了吗，罗大淼？我在殡仪馆为遗体，我在殡仪馆为往生者服务，我是遗体化妆师。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就是我是生的守门员，你是死的摆渡人。这么算起来，咱们还算半个同行。你好啊，赵三月。你好，罗大淼。有点出息，稳住。林沃，我的胸口好像在烧开水呀，你有过吗？其实临终关怀真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恐怖，很多 ICU 的病人其实情况更糟糕，只不过他们采取积极治疗的手段去延缓死亡，而我们采取的是疏疗的手段去顺应死亡的到来。你给我讲这些没用，我是理解了，小区里别的人也不接受啊。不是，我就不懂了，这城里城外那么多地方，你们这病房为什么一定要开在居民小区对面呢？方便家人看护啊。江主任，您看，这个协议只要大家签字，就可以在家门口享有临终关怀机构提供的专业医疗服务。这对真正需要临终关怀的病人和家庭来说，不是好事吗？另外，这些运送遗体的车辆也都有专门的通道，也会尽量避开大家的视线，也不会鸣笛。大家可以换位思考，互相理解一下嘛。江主任。亚楠姐，你要想好，回头要是通过了，小区房价没准还会再跌一半。也不至于一半吧？就是丑话说在前头嘛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三月说的对啊，我们是租客，签约就签了，你可是房东哎。那我也认了，签。罗大淼知道肯定会很开心的。我签这个又不是为了让罗大淼高兴，我只是觉得他在做正确的事情。你们是第一个支持我的人。
谢谢。从那天之后，小区居民更加疯狂地抵制临终关怀中心。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确定，维护生命并将死亡视为一个正常的过程，既不加速也不推迟死亡的原则。